看不清楚。这是韩语的，什么罗马说的输出功率够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么这个老欧是中段。哦，搞忘了，我要去买个背的，背那个给的。我买了一个粗包那种，不好用，有点热。我背了那个过来胸前了。
好了，哎，是，唱那个。哎，我们来了嘛，我是要跟他说了，要来了嘛。
你在笑哪个？
下线啊，下线，重新开。子有高。哎，没让错的嘛，没让错来了。这手机卡有问题，老是中断。还有几个有没有看到有了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对啊。啊。哦，快完了。
卖篮球，看竖屏吧，竖屏正常的，就这个手机有问题，我明天去换我卡，明天这个卡有点问题，这电信的卡有问题，我觉得就这段时间老是卡，我又卡了。只有干，慢慢干。
又不好玩，我又换第三个直播软件了。我靠，真的是今天那个，明天把那个手机卡换一下。这个是麦郎臭后面那个是小黄蛋臭，后面的前面是小西西，这个是小泽，那个是达尔姆的姐姐没来，娇艳旺博还没到，还等几天。后面是德哥两姐妹加蓉儿，在前面是雪珍，在前面是人情错绿衣服的一个。靠，汗水一直冒，这个汗水一直冒啊冒。这个软件不知道卡不卡？那卡的话，这个软件不卡的话，就暂时换这个软件。之前那个软件说卡吗？一直卡吗？哎，老火，这个手机又没有换，算了，明天就换那个卡。我去把那个营业厅把卡换一下。在我们那个地方信号不好，在春熙路旁边步行街那边，我们信号不好。17没看到了，今天没来吗？看一下17，找17在哪个地方？这个是罗尔桑那，罗尔桑那来了。不是吧？哦，不是，好像是吧？哦，不是，又是。这是锅庄舞，藏族的锅庄舞。卡吗？现在卡不卡？咱们在关了车就出来，现在不知道。这还是卡吗？17我问了，他说今年可以啊，我叫他说了个好啊，应该是要来我，没来的话我就送其他的嘛。有的送水呀。这儿来了，汗水一直，眼睛都打湿了。这给我母送，我母是印尼那个朋友送。汗水直冒，哎呦，我全是汗。我的汗水一直在冒。我脸上好像粘纸。哦，你全是汗吗？没有想那些哦，标题那些就没管它哟，来不及哦。现在我抱了潘潘也不方便，他现在肚子下全是汗水，哎，全是汗，我眼睛都全部打湿了，全是汗水。看到17了。哎，两个手机在直播就没有手机联系了，发短信、微信里都看不到了。
没来的嘛。没事的啊，反正今天没来的，今天送不了，明天送我一样的。现在卡吗？我觉得应该不卡了吧。啊，看运气，我之前这个软件也要出问题。他妈，我那个之前那个软件相同的，但是竖屏直播都不卡，手机不一样，网络不一样。这个现在主力手机512那个老是出问题，256的没问题，小清楚。运气还可以，今天晚上这个没出问题。哎，它在哪个位置啊？
看17在这边直播没有？要不是帮曲真的直播吗？17没看到了。哎呀！哎呀！
哎，是，今晚17不来了吗？他说他要来的嘛，咋回事了？没看到。他没来的话，明年送也可以。这个也是17，这个是人金错17，都长得很像哦。我还要给那个石渠拉错的书，找明天嘛后天我去看嘛。晚上要过去在市区，要在青阳宫结束嘛。哎，我看他能不能到景外来呢？我问一下。到景外来也可以，我不知道来不来。他最近的是景外中心。哎，操！全是海水，我靠！哇，眼睛都长开了。17没来就开始进错上了。差不多，两个差不多高。对了，你们看的是横屏嘛？但为什么竖屏内容说话的内容是一样呢？还不管它了，反正今天晚上网络有点恼火。
去左耳没有1.7米。你后来刚才被挑了嘛？他没来，没进来嘛？终于来了，来了！我还以为你不来了，我就谁走了？
点整，啊9点整， ，9点整。 9点整，还有几条，还有几十个。他们商量好了，因为今天17睡过头了，然后丽丽和那个瑶瑶还有17，曲珍是最早来的嘛，他们那个3个才来。33对，今天有点，今天早上出大太阳嘛，然后中午下暴雨，然后下午又正常了嘛，下午又出太阳，哇，今天还是啊。文博画那个画那个，这个就这个吧。不是，这个是17的，这个是文武的。这个是文武的，没事，他那给我拿着它了，没事啊。那个里面有卡片，里面有卡片，写着有啊。那个给17是那个，等一下，这边，这个，没事。对，我看你们都没来嘛，我们去申到时候他就也不知道。好，没事，好，没事，明天晚上还要跟你说。明天中秋节哦，回家吗？走了，拜拜。好，那晚一点嘛。我看嘛，到时候。好，没事，跟你联系。我不回去，我跟你说。好，没事。好，明天我给永吉过生，说嘛，我给你蛋糕那些。好。搓开没事都可以哈。不好意思。没事，好。好热呀，今天没想到那么热。超级热，好像有点热。他们专门有人捡那个的嘛，专门有人捡那个垃圾的。捡过节，然后，这个水他们都送完了嘛。
哦，就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就这个位置别动了。哦，不要动，不要越跳越远哦。哦，出错了。不要开闪光灯。3公分掌握一点，前面这个。你把我压下去就可以了，上面那个压它有挑起的。然后把它压下去就不要开。还要我就开了自动闪光。这边开闪光灯是不是？闪光灯不是自己搞的。因为相机品牌不一样，不知道。摄像嘛，摄像里面选的是。进出往中间一点。
记住往中间点。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说好热今天，有咋回事？我以为已经凉快了。这个有没跳吧？啊，以前的那个青稞酒啊，青稞酒会跳。对啊，他都会跳，那个都会跳。要简单点的咸端的，就是做的差不多2分钟就完了。青梅竹马会跳的，有那个去点叫青梅竹马。好吧。开始。可以放了吗？开始吗？放吗？
小单，好吧？你好难得来一次，有机会来一次。那个买浪草，读书了嘛？列子的列，是吧？买，看的都是忍得到的。那是你们一起的吗？对，那就肯定要挑噻。双香的，啊，一个香的。哦。左边是说单戳，右边是买浪戳。今天这边是折扣了，今天2块了。还是热天，还是热，他说过。要好一点。这近一点，手机这个距离。给你没拍了，他没拍，我们也练嘛。但错，他们有几个月没来了，现在。昨天你说有点模糊，是不是3个月？我拿你把镜哦，扎西的拍。就是那个新，它是新的那个。